又打在了地上，再次越过了林永贤的头顶。哇，这次是姜昆宇策动的双杀守备。这场比赛他已经救了投手2次了，在9局上半，桃园队真的相当的可惜，无功而返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再来回来欣赏正规9局中信兄弟9下的进攻。这一球勾了一个情况之下，又找到了林敬凯，接到之后传一垒，来得及，哇，3人出局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这个半局，结果泰迪是送给了对手一个3上3下。这一棒打进场内，姜昆宇接到球之后传向了2垒，精彩的守备 ，nice play。尽管看起来有点失去防守的重心了，但还是完成了接传的任务。再看一次哦，9局上半，姜昆宇的精彩守备啊，厉害！最后把重心给转正了，方便他传球。传1垒应该是来不及的，2垒是他唯一的选项。这棒打到了右半边方向，林敬凯追了过去，有没有防守的机会？最后被他给接杀出局。林敬凯到底跑多远啊？哇哦！我第一时间觉得他好像有点快要跑过头了。他们忽然间的急停，我还是有办法掌握住球的落点。我这个球他第一时间的移动速度就很快，伸长的手套还是把球给捞进去的。你那么厉害！有一点挤压到，在中外方向来看一下，3名野手都过去，最后，哇！姜昆宇不让他同期的好朋友林敬凯专美于前，在8局上半回敬了一次 nice play。这种打者有点受到挤压哦，